每日經歷神，10月23日，耶和華的話2次臨到約拿。約拿書3章1節。約拿唔喜歡神交俾佢嘅任務，神指示佢離開自己嘅家鄉，去敵國尼尼微城。尼尼微係以色列嘅敵人，係邪惡偶像崇拜嘅中心。約拿嘅任務係去警告嗰度嘅百姓，話俾佢哋聽神嘅審判即將逼近，並且鼓勵佢哋悔改。希伯來人憎恨尼尼微人，所以呢個唔信服嘅先知往相反方向跑，希望神會有唔同而且較合自己心意嘅旨意。相反地，神定意要約拿遵守佢原來嘅旨意。神再對約拿說話，神第二次嘅指示同第一次嘅指示一模一樣。喺呢兩次指示之間，約拿曾經同波濤搏鬥，並且喺魚腹裏面待咗3日。今次佢已經準備好要聽從神嘅話，按照神嘅吩咐而行啦。神嘅話亦都曾經2次臨到耶利米，但係耶利米喺第一次就聽從神嘅話。神第二次對佢講嘅話係更完全咁樣啟示上一次佢所講嘅話。神接住嚟要對我哋講嘅話，取決於我哋對佢上一次指示嘅回應。如果我哋好似約拿一樣唔順服神先前嘅指示，神就會再次俾我哋同樣嘅指示。但係如果我哋好似耶利米一樣，喺佢第一次指示嘅時候就即刻順服，佢就會讓我哋更深刻咁樣領受佢嘅旨意。所以請你檢驗自己有冇順服神，主係咪仍然等候緊你嘅順服呢？我哋要好好學習耶利米，第一次就順服神嘅指示，咁樣神會讓我哋更深刻咁樣領受佢嘅旨意。